雲林縣文化觀光處邀請到布袋戲的大師黃世智到北港文化中心舉辦展覽，要讓大家了解為無到有一出布袋戲產生的過程。雲林縣文化觀光處邀請布袋戲的大師黃世智來到北港文化中心辦展覽，展出劇本、道具、戲紅仔等設計，讓民眾看到一出戲的創作過程。我的作品當中有700多件，挑選出12件具有教育一些製作手工，還有給民眾看來有一個啟發的。雲林縣副縣長嘛講，這個展覽讓民眾更加熟悉布袋戲出的創作，伊嘛肯定雲林縣布袋戲團為藝術的付出。它是台灣票選的一個台灣的意象，從發想、從製作到演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精彩，而且是可以全方位的來認識我們的布袋戲。這次的展覽呢，從即日起一直到7月1號，有一段時間，那我們都非常希望大家來到北港文化中心，可以來近距離的接觸這些作品。本館處嘛表示，傳承文化是縣府甲藝術表演者正重視的目標，歡迎大家來北港文化中心做回欣賞。Hello， 我是莊慧琪。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